The feather in your hands is a symbol in your mind and in your heart. Wherever you hide, how much time you've been hibernating. Once you see the feather, that means it's the glory time for you to be awoken by a group. Remember, the feather is a symbol of all of you.请问有什么能帮你的？英国最新的布料有什么新花色？英国的没有货，苏州的倒是刚刚到。那绿色有几种选择5种。我帮你量一下尺寸吧，请跟我来。
么事儿了？方队长死了。什么时候的事儿？他没有按时出现的约定地点，我就去了他家里，但发现他已经被人暗杀了。谁杀的？看清楚了吗？华香玉。你看清楚了吗？看清了。程部长，赶紧走，保护好陈部长。你要小心。走。你还敢来这儿？我第一时间赶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进去的时候方大哥已经死了。你的话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我真的没杀他，我是想去报信儿的。报信儿？报信儿需要拿着枪去吗？需要拿枪指着他的头？我没办法，我有任务。什么任务？什么任务？谁的命令？看来你我真的无法坦诚相待。还有，你为什么跟霍飞一起行动？我不知道霍飞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儿。你不知道，谁知道？佛手，还是穆西鹤？告诉我，你到底是谁？你是什么人？我叫爱新觉罗运水，大清朝肃靖王的第7个女儿。父亲为借日本人之力复国，把我送给板垣次人做义女，实质上是把我当人质抵押给日本人。你是满洲人。为了给皇帝恢复帝制，4岁的时候，我被送到日本，培养为特工。7岁，又送往美国。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是孤儿。你为日本人做事。确切地说，我为满洲的皇帝效力。我所做的一切，就是潜伏在穆西鹤身边，收集情报。要告诉我，谁是你的接头人？自从我美国受训结束后，没有人找过我。我以为我被组织遗忘了，以为我的真实身份再也不会说出口的。你以为你现在说出这些话，我会相信吗？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或许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另一个任务。
是什么时候知道方丽人是中共间谍的？只是怀疑罢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监听行动为什么不报告？只是刚刚开始，怕引起误会，想拿到证据之后再向您汇报。没想到谁杀的方丽人？我们的人到达现场，方丽人已经死了，陆丰正要逃离现场。有没有可能是花向宇呢？还不能完全确定。花向宇出现在现场不是我的命令，他执行的应该是军统高层的秘密任务，所以只有找到花向宇，才能解开谜题。什么意思？如果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给他下命令的人，就应该是我们要找的人。全力抓捕花向宇，要快。是。你会不会误会花向宇了？如果真的是他杀的，他肯定不会回来。现在冷静想想，这件事情是有问题。方大哥应该是发现自己被监视了，所以用唱片机播放打呼噜声，转移监听人的注意力，这样才能出门跟我接头。但他为了争取更多在外面行动的时间，应该把长针放到最外侧。但是当我看到的时候，长针已经转到了最里面。也就是说，已经过了一张唱片的时间。没错。所以，如果真的是花向宇杀了方丽人，他没道理在现场停留那么长时间。所以，当你和花向宇同时出现的时候，方丽人应该已经死了，而枪手早就走了。有人想把方丽人的死嫁祸给花向宇。如果花向宇执行的是穆希赫的命令，枪手是怎么知道穆希赫给他下的命令的？除非穆希赫会不会是佛手？要么是佛手，要么是穆希赫。但关键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花向宇可能有危险。穆希赫已经下令，幽灵正在追杀你。为什么？因为你杀了方丽人。我没杀他。我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你能跟我说实话。信不信随你啊。你为什么出现在方丽人家？你总不会是为了保护她吧？你现在的身份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你到底是谁？能告诉我你执行的是谁的命令吗？在我这儿，你什么都得不到。
我非常真诚的想跟你合作，考虑一下，条件你开，只要你帮我找到一个人，你想找谁？钢琴师。我知道你是满洲人，我只想知道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钢琴师是谁。你和山田凉子怎么认识的？我不认识他。他你认识吗？他是谁？他是你。不着急，好好想想。还有这个女孩，虽然和现在改变很大，但仔细辨认还是可以看出来。她是山田凉子，当时她的名字不叫这个，她姓板垣，叫板垣惠子，是你养父板垣次仁的女儿，所以你们俩都听命于一个人，对吧？我不认识什么山田凉子啊。你也应该清楚他是怎么折磨我的，我差点死在他手里。所以，他也不可能认识我。你的情报也好，推断也好，很难成立。你们在一起生活了3年，那会儿年龄太小，而你7岁离开日本去了美国，时隔20年，确实很难辨认出对方。但山田凉子是板垣次仁的女儿，你是板垣次仁的养女，这是事实。其实我更想知道，是谁把你送去日本寄养在板垣次仁家的？后来又是谁把你送去美国的？仔细想想，应该能够找到童年的影子。在我的回忆里，没有你说的这段记忆。我们做个交易，你说出钢琴师，我给你一个全新的身份，保证军统和钢琴师的人这辈子都不会打扰你。陆枫去和方丽人碰面，说明了什么？陆枫也是共产党。之前他说是幽灵的人，这个谎言现在已经不攻自破了。陆枫的身份问题，你还有什么疑惑？没有了。如果方丽人是中共卧底，那说明穆希赫也不会干净。去查，我要确凿的证据。是。
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你有把握杀死我？你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既然这样，你还怕我认出你来？你不需要知道是谁杀了你。你太高估你自己了，山田凉子。因为你知道的太多了，所以你没有理由活着。可惜，名单已经被烧毁了。那就只有陆枫知道了。那他的下场会和你一样，是受钢琴师的命令。杀陆枫还是杀你？看来你们是想杀陆枫。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那花香雨呢？他也是陪葬品吗？他的命运只会比你更悲惨。错，是你们共同的命运。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他也应该是听命于钢琴师的。钢琴师是谁？我不知道，我也没见过他。你们是如何联系的？都是他联系我，我没有权限联系他。谁要杀陆枫？怎么杀？时间、地点。你知道了又怎么样？你救不了他。花香雨呢？你是什么人？我可以不回来的，我就是怕你误会。张国亮，杀方大哥的应该不是花香雨。从目前掌握的情况来推断，方丽人的身份恐怕早就暴露了。按常理说，抓获后审问比清除能够获得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但是有人却选择了杀人灭口，这肯定是想急于掩盖些什么。掩盖什么？目前还不是很确定，但是我总觉得有人是为了掩盖花香雨的身份，所以才杀了方丽人。毕竟方丽人已经找到了一些关于花香雨身份的线索，这个人还要利用方丽人之死改变你和花香雨的关系。可是没有人知道我要去找方丽人。如果要知道你去的话，恐怕牺牲的就不只是方丽人了。
是长官，他也在抓捕花香雨，说不通。会不会和钢琴师有关？我们对这个人了解的太少了。如果是他的话，他为什么这么做？他到底了解我们多少情况？太多的疑问了。陆峰，你不要过于担心花香雨，他的情况我会向上级报告的。不管他是军统的人，还是日本人，也不管他的上线到底是谁，现在问题的焦点还是在那个名单上。你依然是破解所有秘密的核心。不要因为对手暂时转移了目标就放松警惕。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养精蓄锐，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你知道是谁了？我可以帮你找到钢琴师，但我有一个附加的条件。说。除了我，也给陆峰一个全新的身份。但我要知道，你怎么凭一颗子弹头找到钢琴师？这个子弹头我见过。谁的？板垣次人。他是日本非常有名的枪械大师，应该跟他有关。是受钢琴师的命令，杀陆峰还是杀你？看来你不是想杀陆峰。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结论是什么？方丽人应该是被2个人合作杀死的，其中一个是女人。这个女人的身份有线索吗？没有。还有一个杀手是谁？不清楚。他一直没说话。你确定有第2个杀手的存在吗？确定。录音的清晰度还能再提高吗？技术科的专家说，已经处理到极限了。这份调查报告要保密，内奸没有查出之前，所有相关报告都要保持最高的保密等级。记住，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找到陆峰和陈浩民。是。你的记忆没错，板垣次人是个枪械大师，专门给人提供特级定制，包括训练杀手。板垣次人是不是钢琴师？我不知道。你去美国之后，山田凉子呢？我真的不知道。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就像你的人生一样，你仅仅是个陪葬品。
乡长，刘啊，好久不见了，走进去吧。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报，板垣次人是日本著名的枪械大师，擅长训练杀手，跟日本军部关系密切。但是奇怪的是，我们查不到他近10年来的任何线索，好像莫名其妙的消失了。我们初步怀疑，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钢琴师。你们有什么计划？这次我们来上海的主要任务是巩固这里的地下组织。另外，还要调查这个人，他叫花向宇。为什么要调查他？他和钢琴师有关。情报确切吗？确切，我们现在已经确定，这个花向宇就是钢琴师的人。花向宇现在处境很危险，如果担心他的话，就去找找他吧。我们这些生来就是杀人的人和被杀的人，不会有人联系的。在他们眼里，我们只是工具。花向宇也一样。我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有一个目的，为了将来能和你在一起。你放心去吧，我来保护陈科长。我很快回来。你们有行动？他们是在保护我，其他行动我无权干涉。陆枫很痛苦，知道为什么吗？他这几天看我的眼神不对，好像是在怀疑我。应该不会。他一直在全力以赴地保护您。我知道。走吧，进去吧。怎么了你？陆枫也有一块怀表，好像和您的一模一样。陆枫，醒了吗？还没有。您不该来这里的，太危险了。你的生日，总想着当面祝贺一下。打开看看。
你的伤好些了吗？已经没有大碍了。以后行动要多加小心。对于你来说，保护好自己就是保护我。是。还是没有找到花香雨。